电台网站起封换5星期，检方调查结束，查出是内部的工程师主管甲厂商做的，该提起公诉。毛仔数量愈来愈少，这阵后面是按算甲19种毛仔列入强迫等证的物证，限制无益，引起业界反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吉先，就来看这经济统计，咱台湾人上班的时间是亚洲第2长的，所以讲都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被代替义，一礼拜休3天，有5000多人连数。劳动部初步是表示，无共的产业、无共的上班形态是有无共的顾虑，都爱搁认真评估。也若是针对薪水低的问题，劳动部是表示会继续有关基本工资。不过，嘛有袂少民众是表示讲，这基本工资起哩，多数的劳工薪水根本都无起，而且起基本工资物件阁会对咧起价，薪水愈来愈薄。另外，民众嘛毋忙讲，这劳工请假休困的权益嘛爱落实，严格去掠违规的雇主。台湾航工作是过劳之岛，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台湾劳工一年平均工时是2030点钟，伫世界排第5名，嘛是亚洲工时第2长的。10月中，民众伫公共政策平台提案连续通过一礼拜休3天，有5000多人呼吁。根据规定，主管机关劳动部爱伫12月初7进行回应。劳动部初步表示，无共产业和无共就业形态的需求甲顾虑拢无共，就要去评估。持续的在提高最低工资，这也是希望能够去缓解一下这个工时的过长的状况。那另外，我们也一直在鼓励，包括很多的工会能够跟企业来签订优于法规的团体协约。针对这项连署专三总建议，政府通参考西班牙的做法，提供补助鼓励企业试办，也认为全面推动会有真大困难。一寡生产线需要24点钟运作的，一礼拜休3天的地区，人力成本增加。伊可能是有淡季、有旺季、周期性这的行业，可能就较无适合来推动。我若是要休3天的时阵，一定是企业雇主爱去请人。也若劳工团体是认为要解决高工时应当先就是保障劳工请假和休困的权益，而且高工时和薪水上低应当爱绑做伙来看。劳工伊虽然有这个特休假，不过伊就无时间去请啊。伊可能嘛是讲我薪水上低，所以我特休假，我宁可把去这休这特休假，我来换这个。不过除了周休3日，咱其实嘛有做侪进行嘛，使去试看嘛，比如讲咱的这特休假的这落实。也是特休假的这个扩充。另外，劳动部长洪新汉早起接受广播专访，针对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劳动部依照劳工请假规则来修正，明定一年内若无超过10天，雇主袂使有不利对待。若是违反嘛，执法伫明年元旦施行。也若外送员专法的部分，劳动部已经向立法院提出草案，定出1点钟薪水袂使比上计工资时薪的1.25倍较低，嘛要求外送平台爱替外送员投保职灾保险。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前一阵啊，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起封换5星期，目的就是这境外海客做的。不过，这阵检方调查结束，查出是电台工程师、主管甲厂商怀疑电台是有中国的资金介入，利用这款干扰网站的运作，放负面的消息。检方是对这3个人提起公诉。香港首页互人台湾出现有反攻大陆日样的册的封面，也捌有5000期档案，专案大家一直议论。经过检方侦办了后，查出骇客源头竟然是用港家己人，而是照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起诉用港4个工程师、伊的4个组长，也有4员的厂商，3人拢互人见车判重刑。检方批评涉案的用港员工，敢若因为怀疑用港官网有中资介入，都利用这款乌白三字扰乱网站运作，危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佫引起两方紧张对立，危险加危害性，毋是一般刑事案件会当比拼。被告等人犯罪情节严重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建请法院就吴姓、岳姓被告分别量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及2年6月以上之刑。负责用港官网维护4个工程师涉嫌利用系统销货权限，制作用港负面消息的主网页，佫放停息码参数干扰官网信号，互民众点入去有问题的主网页。伫互检方搜查了后，伊佫涉嫌煽动官网，互日语版的网页出现简体中文。4个组长是记载伊乌白母，检察官嘛查到因佫开权限互外部
厂商擅自官网移动电子记录，就连网站的原始程式码嘛，互对方造成外流。中央广播电台发声明，对招诉不法员工涉案，甚至勾结外部人员攻击，感觉真痛心遗憾，已经开除4个工程师，4个的主管记一大句，造成的名声、财产受损，嘛会提起民事求偿。第一件事情就是像验证啊、身份验证啊，还有一些相关多因素验证等等，我觉得这是可以做预防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内控，因为一旦网页被改变之后，有没有定期的，比如周会或是月会等等，来去检讨一些内控的一些机制，我觉得可能2个地方都要去进行。用工的治安甲内控也伫即个事件引起质疑，有专家表示有强化的空间。用工是回应未来看下治安基本业务的存储权限，会采分散授权、双重认证的原则，个定期审查考核，已经同步强化内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清查提升国籍，有中国籍的地方官，全台湾已经有5位村里长因为中国国籍的问题，去予内政部要求解职。争取要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正秀，嘛因为讲伊是中国籍的配偶引起争议，伊是希望讲会当用签切结书的方式来代替。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按照国籍法的规定，袂当用切结书来代替。最近全台5位村里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问题，予内政部要求解职，也毋过可能伫明年2月，包括加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李正秀也有中配身份。这个还没见习，对。因为党内2年条款，李正秀去年起就对党团总调黄国昌建设，即马传出伊希望签署无相同国籍的切结书，寻求解套，也毋过内政部立场强硬。在我们现在国籍法的规定里面啊，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外国国籍，并没有切结或者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特别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配哈，或是中国的中配的话呢，其实这很奇怪，这是一个非常特权的条款。刘世芳指出，即马国籍法第20条规定，有外国国籍的人袂当担任中华民国公职。国爱伫就职1年来完成放弃外国籍，也毋过国民党团认为，依据宪法征收条文甲两化条例，大陆地区并毋是外国，主张爱修正国籍法，保障中配参政权，也毋过南亚地方首长看法无共。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修法，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国家一定要是中华民国国籍才能服务公职。陆配能不能来参政？我觉得基于尊重人权的精神，当然是能够尽早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参政是好事情。刘世芳表示，那大陆地区毋是外国，等于是变相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袂当让步，搁较解释伫国籍法之下，对其他国家的国籍拢是平等对待，并无歧视中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目前，美国、欧洲甲乌克兰是伫咧随时敲停火，不过美国顶礼拜提出的停火草案是去防止伊讲牺牲乌克兰来换和平。即阵乌克兰的谈判代表是表示讲，因已经有提出因的底线甲诉求，双方也搁咧朝交换条件。这边日内瓦的会谈重点放伫咧川普政府所提出，也过也搁伫咧修订的停火架构。美国甲乌克兰代表团就条文一点一点伫咧检视，缩小无共意见。欧洲几类国家也公布伫随时甲乌克兰协调立场。美国强调，谈判已经对大方向建立一条一条讨论，草案愈来愈晚正式定案。乌克兰讲，美欧乌协商有实质的内容，唔敢若是单向接受，有甲乌克兰的核心需求放入去。Сьогодні день багатьох зустрічей і перемовин. Фактично від ранку дзвінки, наради, консульта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я в Женеві вже провела ряд зустрічей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Також з нашими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Зараз була доповідь делегації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розмов. І це були ґрунтовні розмови, багато. 不过草案是毋是当过关，还佫卡伫咧几个敏感的红线，包括领土的问题、军力的规模，还佫未来的安全保证。进前团出版本，互人批评是偏向罗西亚这边的需求，真正是愿望清单，也引起美国国会内部甲欧洲盟国的议论。这边伫日内瓦的重点是放伫咧还未讲好的条文，一条一条讲到瓦群结论、调整分离。卖互乌克兰被迫答应无法度接受的让步。美国讲有几项议题爱交互元首的暂结决定。And we have achieved that today in a very substantial way. Now, obviously, like any final agreement, they'll have to be agreed upon by the presidents. And there are a couple issues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on. But I think the report today is that
I think today was worthwhile. It was very, very.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ductive day we have had on this issue. 因为歐洲盟國也無過再被動接受和平計劃，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加烏克蘭地嚟化公佈會談，要求任何嘅安全安排，就係反映歐洲嘅安全加利益，一個烏克蘭嘅主權選擇。公司新聞陳偉林編輯。未少人去日本佚佗，一定會食這麻仔飯。不過野生的麻仔數量是一年一年減少。這陣後面是按算要佇咧華盛頓公益會議，把這19種麻仔列入強要斷種的物種，限制貿易。這就引起日本的反對，因為因是驚講去影響到麻仔的介紹甲市場。這日本食麻仔的歷史是已經真久啊，因甚至是有一個節日叫做土用抽日，來看這開食麻仔補身體。去年全日本食掉6萬多噸的麻仔，不過這陣日本的麻仔料理除了人講飼的，有75%攏是靠進口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的強烈反對貿易管制原因，因是驚講這介紹是會穿甲掠袂條，而且有錢嘛有可能會買不回。日本是全球上大的麻仔消費國，大體珠寶甲節慶喜事會當講攏有麻仔。去年食到我61000噸，多數是人工養殖，其中70%靠進口。因為日本麻仔數量逐年減少，2014年已經列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冰櫃名單，介紹也在過去15年來強要翻倍。でもやっぱり食べたいって感じですよね。高くなっちゃっても。うなぎ食べるから頑張ろうとか。為了保護麻仔族群永續，後面打算第2次召開華盛頓公約會議上，擴大麻仔國際貿易管制。除了嚴重冰櫃的歐洲麻之外，各種亞洲麻、美洲麻等全球19種麻，攏列入冰櫃附錄清單。未來出口愛互相合法的證明，因過日本強烈反對。關於另外條件甲行政成本會衝擊經營，造成企業強調日本已經嚴格管理，絕對袂互麻仔賣絕。国内的には養殖業の許可制度などを実施してますし、国際的には東アジアの日本ウナギが生息している国地域である日本と中国、韓国、台湾と協力して。日本麻仔麻仔只會當佇北太平洋、東亞海域掠野生，今嘛數量只存1960年代的1成。保育組織講，日本過去長期走私歐明麻仔，歐明實施禁令了後，今嘛加入比海會館也增加，因為外形親像，真歹分辨造成非法販運搶講，愛閣較努力杜絕。It's the largest wildlife crime of a living creature. As you've got 5,000 or 6,000 eels in a kilo. 後面這擺的提案有個日期表決，愛得到華盛頓公約180個成員國中2/3以上贊成，才會當通過。日本已經調集50多個大勢優勢，阻擋提案得到通過。公司新聞是非常編譯。美國的前總統甘迺迪1963年被暗殺死亡是全世界的大代誌。不過後來伊的後代嘛一直當着悲劇，有人墮水死亡，有人摔飛機過身。這風聲榜影攏講這個家族別墅是去互救慘。這陣甘迺迪的查某孫，一個作家兼記者施洛斯伯格嘛得到肺癌，可能甘迺當個活一年。Yeah, this is kind of mock motorcade. Yeah, these are all Lincoln Continentals like. President was driving that day. So. 1963年1月2日，當年46歲美國總統甘迺迪佇德州達拉斯無刺身亡。62年了，這陣民眾駛古早的林肯車，行上伊無刺的同一條路線，真濟紀念。也若差不多這幾天，甘迺迪家族佫傳出讓人傷心的消息。甘迺迪的外查某孫，也就是現任美國駐澳洲大使卡羅琳·甘迺迪的第二查某囝塔提安娜·斯洛斯伯格，經由伊寫佇《紐約時報》的文章，對外證實伊得到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而且醫生嘅解講，伊的性命可能敢若剩1年的時間。But today is a difficult day because it is a reminder of a moment of profound sadness for my family, for America, and for the world. 35歲塔提安娜是一位作家兼環境記者，伊講家己是佇2004年5月生第二體了後確診的，不過伊並無對外來講家己這陣健康的狀況。也讓伊破病的消息，伊閣為甘迺迪家族的悲劇閣再增加一層。除了約翰甘迺迪甲羅伯甘迺迪被刺殺身亡，塔提安娜阿舅小約翰甘迺迪也佇1999年墜機身亡。家族內底也有幾名成員非自然原因死亡。最近的一層是佇2020年，羅伯甘迺迪的查某孫甲囡仔孫佇過船時墮水身亡。
不过，塔提安娜小弟32岁杰克斯洛斯伯格最近就是传出有意要来延续甘乃迪这个政治家族行会。这个月12日，伊才拄宣布要来参选2026年纽约市众议员。Hi, I'm Jack Schlossberg.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s my grandfather, and he's my hero. 除了杰克斯洛斯伯格，众议员伫美国政治舞台的甘乃迪家族成员，敢若像伊的老母卡洛琳甘乃迪，甲现任川普政府的美国卫生加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今年伫咧巴西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意义煞高，各国是同意增加资金来协助产者甲开发中的国家应对。2035年进程上无会增加2倍。不过，要渐渐卖去使用化石燃料这个提案，并无列入今年的协议。United Arab Emirates 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 contained in document CMA/2025 这是一份妥协版的气候协议，要增加对产车国家的资助，来协助因应对全球暖化，不过却无提起造成暖化的化石燃料。Nations said they would triple the amount of money promised to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But they would take 5 more years to do it. And the final document didn't explicitly say how to get away from fossil fuels. 后面推行的逐步脱离化石燃料路线图，将基本风险度和中东等产油国家得到阶段性的胜利。过来拉丁美洲国家是伫场内强烈不满定数甲内容，要求将这写入协议，引起外交冲突。Entonces quisiera exhortar a ellos que no se comportaran como los niños que quieren todos los bombones. Nosotros,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que hemos hablado en esta plenaria, no nos comportamos como niños que quieren todos los bombones.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公正转型工作计划主要为了建立一套甲巴黎气候协定同款的规范，以促进各国对公正转型的共同理解。巴西也答应会另外制定自身的脱离化石燃料路线图，不过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加入。公视新闻吴伟玲编译。日本东京复旦附近是有一间经营14年的咖啡店 Sign With Me， 这沟通是完全靠手语甲靠笔写。伫咧东京听众奥运的比赛期间，是有袂少人专工去交关。一个入门店员用日本手语比欢迎光临，佮用动作甲牌仔问人客想要内底食还是早走，规个过程完全无声，这是用手语作为沟通的所在。我招募会手语，而且沟通顺畅的人来工作，让大家认为我使用手语也能找到工作，然后进一步吸引更多人聚集来这，因此开了这家店。刘控如本身有听力障碍，2012年成立这间咖啡厅，坚持店内员工甲同款听力障碍也是正常人，拢是爱用手语。工作时阵袂使用讲的，听力障碍员工嘛袂使挂助听器，真正打造用手语的沟通环境。我常常打开水龙头忘了关，水就一直流，自己都没听到，已经好几次了。煮东西也老是忘记，锅子里都烧开好几次，弄得我手忙脚乱。为了避免人客入门的时阵，因为店员听袂到，厨房有特别装下4个灯提醒，无论是自动门开还是启门铃，店员拢会当随出来迎接。跟听人沟通一直很难，来到这间店可以用手语，我觉得超开心。伫遮手语是沟通的桥梁，是甲变语言，不管听会到还是听袂到，拢会当自在斗阵，体验一种无声啊，毋过真温暖的交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伫咧博物馆过暝的活动，因为这疫情已经停办5天，即阵重新要开始办啊，门票就随袂了了。其实这项活动是因为一出这恐龙会活起来叮当的电影，合作博物馆行婚夜，真受欢迎了后才开始办的。这出电影的第4集嘛，正咧筹备，真侪影迷拢真期待。
暗时6点，天已经暗啊，正常观馆的时间已经过啊。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月一届的博物馆奇妙也报道柜台，规大阵拖行李排啊，准备来博物馆过暝的大人甲囡仔，有的是连困衫都拢穿好啊，期待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文化体验。We're so excited.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It was, we knew it was canceled after COVID in 2020, so we're so excited it's back. Especially now that they all just turned 6 and they're able to come to do the sleepover.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right? 这个专门为6岁至12岁儿童设计的过暝活动，门票$225，上额是台票7000块。随票送一份纪念品，也加一张正常开馆时间使用的免费入场券。活动内容包括摕手电看每一个展厅、寻宝游戏、基地问答、连距离接触大型泰坦龙。伫南海岸漂本下骹听床边故事等，隔天早起7点起床，食早顿了后8点半准备结束。听讲现场大家反应上热烈的活动是卡拉 OK， 为 YouTube 名曲啊之歌到热门的动画片 K-pop、拉姆女团主题曲，拢唱甲真欢喜。5 years later, we have a whole new refreshed night at the museum for our visitors. Obviously, the movie inspired a lot of creativity. Things don't come alive here at night, but that's what our visitors are here for. They're here to make the museum come alive, learn, educate, and explore our iconic halls. 纽约世博馆的博物馆奇妙也上起先是插画家米兰崔克1993年创下绘本博物馆经婚夜，2006年对喜剧俏将班斯提勒所演的同名冒险电影上演造这个活动，真紧就变做纽约家庭中间真热门的文化体验。展开的消息公开了后，门票一下就销了啊！明年前半年的活动甲卖票的日期已经伫世博馆网站公布。另外，博物馆惊婚夜的第4部真人版的电影也筹备要登回大荧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因红开始这天气就要降温，请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